新风能要16个，这是您的10个，生意不错嘛。好好好。松花蛋，不是该我发明的吗？电视剧里都该这么演啊。方才公子说的限量，可主顾反而更多了，这是为何？这叫饥饿营销，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。我们那儿很常见，毕竟物以稀为贵嘛。谭儿，这会员卡是怎么回事？烈恒啊，要不我办一个发布会吧，如何？发布会？